一个爬，爬着，爬压压了。爬快点了呢。快点拉一下。哦，你这爬上去了。啥下去都是对。我这有吃饭有个专门爬吗？他跑去他家里。那个我都把骑上去。骑上去啊！骑上去，然后再去前面了。面前先要你说嘛。哎呀，他这个不对。有啥点呢？地方移了，还有农活的，有农。哇，多暗啦！哇，多暗！都拍到了，但是就不要说了。哎呦！哎呀，把这个给他们讲的，跟这爬了一下，跟这个看一见，先他下吧。哎，目前都唔系我哋同一条路浪费法。干错了，目前如也把它填下干下过，啊，交通用地没有了，就是拜托阿扁陈水扁啊。有呢。还批台下路，如果批台啊？不是，下面扬州很比神枪哦。哎，扬州咪做在红木边啊？我阿扁嘅而家講冇業務佢。163，前票哟。3幺有几手把的啦？前票啊，你前票全部嗰種盲用，全部快啲了。冇有。
问那个叔叔说：“叔叔，你为什么来这边工作？”为了钱啊，为了什么？不用做。那个阿伯不用做，他当班长，他不用做。他就是班长，我们这一班的班长。要做啊。他讲客家话讲的，他说反对的来种，对吧？没办法啊。怎么说？找不到工作啊。嗯。哎呀，就来这边找那个尤其项目，然后报告就找这个啊。但是工作可以做多久？哪有一定？他那个就分一批一批的，有的6个月，有的1年，有的3个月，谁知道？他说：“你希望参加何种方式办理的资讯，由公立资讯中心自办，还是由政府委托办理？”政府。采访啊！去采访啊！请采访。也我模拟现在有个口罩嘛。愿意呢，很愿意，也有。你服务单位在哪里？在你家里还是在韩国，在泰国还是菲律在宾？家里啦，在家里啦，在我家。在福乡啦。福乡啦。6。哦，你是原住民还是哪里？日本新人，你是其他原住民？原住民啊。柬埔寨啦，卫国啦。低收入户，你不是低收入啊？还有啊。你是柬埔寨啊？现在有身份证了，什么柬埔寨？啊，本地人的啦，本地人啊，一般的，台湾人的。哎。还有呢？还有吗？那个690。那个90。哦，有。那下窗嘛？啊，真係唔係，唔可以搞呢單的。交在县政府要不要？不要。你得搞把钱的。哦啊。对啦。搞把钱。这是人家是图片讲的哈。哎呐，这就他做个当讲讲嘛，就他当。通通跑掉了，你还不知道？那做都没赚完呢呀！你家7、8岁老阿健讲嘛，唔做都给打赔了，笑死耶！我不会给害死哦，唔做呀，还忙做都给打去讲，臭屁都做都给打赔了。你见面说，哎呀，係咪？較重誒。啊，見邊個寫啊用嚟做嘅啊？我本7、8歲開始哦。啊，今年前轉來就人說，名較累。冇洗翻呀？都冇數人群，都冇數到樣誒。啊，原來有片彎數啊！一種冇數到樣誒，其實用啱去車下。哦，按好啊，整到10塊錢。这今年都7年也没新了哦。
31號都冇錢咧，31號。哎呀，我跟你说，就一个米吧。 30號就22天咧，你31號變23天咧。媽，如果做裝緊如果。你有啦，無通你是開始加對就老講啊，加咗一年咪冇加錢。無頭路就加咁做啊，有頭路嘅人當然就冇愛嘅啊。冇做嘅啊。對。你有安尼講啊？啊有我聽啊。哦。tháng còn à, nhớ cho nhớ tại thế mà, mua thôi à, giờ mua thế nào mấy chú họ có chạm gì à, giờ mấy chú chạm gì giờ mấy họ có hem nhà tôi phải nhiều chỗ à, chỉ mua là, chả biết chỉ còn chi chút à, cô giờ nhỉ à, lại mua em phát, thấy cái đồ phê đâu bà. 要做六百八，八，買到幾多錢到？要做600八啊，要做8的呀。我本身也做辅助。可以幫你。冇，按好晒冇整咯，冇買嘢。你做成幾毛年啦？冇呢多年，按團，你叫他上嚟就全部開貨。開貨。根本就冇買嘢啦。不都？干什麼？你好冷哦。
啊，两仔哈，啊麻嘛，买哈。啊切嘛，啊切还让切，切大就要是。切。好。弟弟要吃吗？唔包必食，拢好食嘛，这颜色也是会包的，唔免讲是唔会包的。好，厉害喎！大嘅幾顯然啊，幽靈啊。很香腻。对啊，无满意呢。那你要看是的。出来就没关系啦，我摘1、2粒啊。用个这么人吃个安吼。知道了。知道。那不懂得吗？干什么？早上嘛去加入看到係嘛拿本嚟，可能一件廿斤嘅裝起嘅，乜嘢係拿出嚟晒啊！干嘛？拍你妈妈坐着休息这样哈？係嘛？哎呦，真多安尼，來唔曉得真嘅人就講懵死你咧。啊，有一擺吼用牙齒或整吼，拿伊那個乜個斬米粉吼，整一嚿啊，你知道？最怕幾下煮係幾下點做，沒有那整熟。真唔熟啊。自從紅油年買，你買當餐唔知19塊20人天天。19塊我用個準啊。拍20人啊？一斤老皮咧，從一下變真便宜啊，煮400元煮好呐，一兜米要30斤啊。人家拍搶。你整50米，你所以放嘅用咧。人家拍種嘅斬米粉嚟啊。一桶牙齒講下其實得誒，一下有600塊嘛。冇有。雙倍嘅雙張嘅就係500咧。一度講買600塊，你只想係2點鐘牙齒我幾多錢啊？你算得過嘛？你们家在改建呢？没有，那不是我家，还是你哦。我只是住人家的地方，不是我家。那你家在哪里？我家在下埔啊，但是我老公是人家抱来的，通通房子土地都嘛是他自己儿子的，我什么也没有。哦。所以是寄住。答对了，答对了。
你要去看狗窝。这不是，这就我住的很像狗窝。不是卖东西的地方。那是我加减卖的，有人来拜拜，人家要买的话就卖他这样而已啦，没有看一点点的，能有什么东西？可是你去工作不就没有人看？有啊，我老公看。哦，他在家。他在这里点香拜茶，他刚刚跑下去下面了没？哦。你自己看，我3个小孩子哦，整间像狗窝，哪里可以照？你不要拍起来，等一下我儿子会说：“妈妈，你怎么可以给人家拍？”他们家也很乱。你没有看，这就是厨房啊，厕所、浴室啊，哪里很大，是这样。哪有非常大，好不好？像我以前在，你妈妈就知道我在管营中做过，也是做6年了。人家不要你的时候就把你赶走了，换别人做这样啊。就要自己去找过另一个庙。对啊。其实我以前管营中没有做的时候，我就跑去牛皮厂做啊。牛皮厂倒了，只是没工作，就只好搬。在人家有介绍，你就跑来这里这样啊。也有住较长嘛。阿姨，你自己会想买一个家吗？会啊，我的钱在哪里？没有钱怎么不会想？每个人也会想。他问我、啊、要不要结婚，我说不要结婚啊。对啊，我没有骗你，现在不结婚的一堆啊。我也是常常灌输我女儿，17岁，我说你不要结婚好，我跟你讲。结婚就要3年。我问你啦哈，像你自己这样赚钱工作不是很好吗？你以后也有薪水，也有钱，你也可以自己买属于你自己的房子、车子，对不对？对。对呀、啊，你以后嫁老公的话，又要考虑到老公不知道好不好，2个生活不知道好不好，又要带小孩，又要让小孩生活费、读书费，这样不是很麻烦吗？你不觉得吗？像我这样哦，很苦很累，你都不知道。以前哦，就是人家说很累，有老公有孩子啊。那你以后没有结婚的话，没孩子没。人家我老公哦，那一天有一个男生来，他朋友30几岁也还没有结婚，他也这样讲。那男生也说，大哥，你认为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我老公也这样跟他讲，不要结婚好。他说他现在也很后悔啊。读书哦，就一堆的钱，我问你啊，从幼稚园读到大学要多少的学费啊？我问你。对呀、啊，很多了啊！你不是想到你就头很痛啊？对哈，所以不结婚。还好，没工作对对啊，没工作的时候你要怎样？我问你，像我现在又没工作了，要拿什么给小孩子读书啊？我问你，真的很累。人家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啊，这一句话我终于了解到。放我呐，就讲也是常也用无依无靠做安东西啦，我讲老人家做啥物做唔济啦，有老人家啊，以前有无？就讲讲遐臭啦，啊讲做无讲，咱叫宿舍无人照顾，无人啊，唔使做来老人家，至少人讲有好装几岁啦，嘿呐。那就一天的脱离啊！你如果像这些拢装好之后啊，这些装好冻煮的东西啊。可以发出啊，发出有嘛？我看有老人家煮会装的，装几岁人就是人讲的。
我来年年，你真正呗，真正啊，后来再倒霉。你是你不？你有你冇？冇啊，我哋都冇講，你又同意係嘛？你知唔知啊？我上家屬帶你家長來，我試過嘛。你大家屬踩快啲。去唱哦，去啊，去热闹啊，热闹。对，毕业了啦，在讲了啊，你不是还有吗？不知道呢，不知道。也还一样唱，也不知道。有的叫啊，没有的喝啊。有就做。没有在家过老公。那你有比啊？不要做了。你就不要做了，你就有老婆养就好了。不够。我本也冇唱嘅啊，除非做手工嘅，做手工嘅難唔你還要口袋填來填去哦，全部沒剩呀，年紀大了啊，沒有人要了。啊，還有你再拿2個肉，你可以嗎？分級呢？分級要毛子。分批是了，有紙袋了。有紙袋拿2個。好好。到10万嘛。我要做3个月呢。什么感想？没有感想，问他们啦。问那个帅哥的想法比较好，他说做完了你有什么感想？没有什么感想。他有高中毕业，我还没高中毕业，我国中而已。看有没有失业补助金可以申请。哎，不是可以补助吗？没有啦，一生一次，你要做满1年才有，好不好？做满1年。40岁以上了，没有工作了，找不到工作，才需要说这一份工作啊。做这个本来都是中高年龄的。就是啊。年纪还轻的人，谁要做这个？我做了也要做一份工作。
叔，你不是可以去外面找工作？那么老了谁要你你看起来也没有很老啊。 ？40几岁了嘞，没有多老啊。你看他现在工厂有没有？要35岁他不要了，一般工厂。只有苗栗的吗？哪里都差不多啊。你干嘛？你超可怜啊，可怜啊！有这种歌吗？我说有啊，有这种歌啊，怎么没有？我冇陈一郎唱冇，你当到他前天才唱哦，怎么没有？你当我唱歌的呢？有练过，我们城里班我有练过。你哪边？我是歌唱演员班的，对不对？你法式歌唱演员班啊？那你为什么不上法式呢？冇开冇有碰啊。你有那种口才呀、你有那种唱歌的天分啊。你啊，前年用时间啊，我8几个表演冇钱，免费培养的，那样好。我想人歌出安好用冇上法式。那好可惜哦，没有上台唱歌。啊，你去传堂唱歌呀？那你可以再去有没有看什么歌厅啊？还有什么那个你？那没唱安冇啊。有去往东去安，弄去修做两多拿，做很多。看孙也说保。哥，以前牛皮厂的在安阳的铁机的天山有徛到有嘛？有啊，看到啊，还有村嘛？三脚的哦，系啊，啊都徛一点点。头摆黄金又徛一支啦，还冇徛。这地方徛真多啦，唔好你寥寥少少，啊摆二都冇徛到。啊，今日咧吼，今天咧我也冇啦。哪怕是不在，我妈家做冇，佢徛一支。唔係啊，我不做呢。啊擺二咩冇嘅？你見哦，好啦好啦，一支呢度500元。冇啊，佢500元冇你買錢咧，佢係冇。你那佢解啊，些速度人家話做了話，那唔准做啊！我就話係就嗌件打電話砸我嗌件同嗌邊嗌做啊？唔准做啊！你嗌無限咯，嗌好，嗌講啊阿健就6個月給你這個安排也，我是很感謝你，有好不哎講嚟你講。你要讚你啦，所以打送打送價我唔曉得講哦。還有打件個，你係唔曉得講。哦，一等於個馬嘅煙同槍煙，啊一冇個啊陳地方面啊是做啊係。一拖鹽唔拿一個表面嘅茶檔嗬。哦，我做個表面茶檔哦，我你錯了，我就錯嘅。謝謝叔叔。露营的，蛮年轻的。就你早上问那些阿姨，她们都是40岁以上。比较年轻的就是那个有没有啊？没有，杨笔头也是会40的啊，她是没有老公的。全部都有家庭的啦。伊无天然烟做浸透路啊，因为有天然烟做人工的加减重啊。你没有去找过工作？一个家里只有一个女主人，你要怎样去？
你去找工作，那个12小时，一天到晚就在工厂的，你有办法吗？你家里就会丢光了。你小孩子要读书，你可以走吗？我儿子本来考上军校，他如果他这么高大，可以去做军官嘛？他就是不，他就也叫他说去考警专啊，他不啊，考到那个朝阳科技，读又不读，现在要说跟我说他去补台中补习，又说要考师专。我跟他讲，你这种脾气不适合做老师啊，那做老师一闹我就怕戏。蔡小艺啊，他脾气不像我啊，脾气这么暴躁，哪里可以做老师？年纪大了就会改啊。哎呦，我跟你讲，到60岁看有改吗啦？我跟你讲啊，像可是最少都要有高中毕业。慢慢来啊，你也不能急啊，因为你还有1年啊。嗯，好慢哦，好慢才毕业哦。那由他去，自己要怎样的自己去不是有的小孩他不知道说这个出来，念的科系出来是做什么，他不懂，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比较知道说，以后出来那适合是做什么工作，适合做什么工作？对呀、你问题适合他做的，要他的个性，能适应，要不然念那机械科的孩子啊，机械像我们公司很多大学念机械科的，一样给我当品管，1个月赚2万，和我一样多钱啊。他大学毕业，没有用啊。机械科也是，以前机械科赚的是不错的科系，现在不好了。现在不好了。来换块啊，换块呢？你也可以做滚啊。看到有几个，没几个，没有，就这样而已啊。其他的话没有了。男生的，不然就专科高中的，我哪里有？我只有国中程度而已。人家有教育程度，有高中的就不行了啦。到45岁。对啊，有几个可以找。我儿子我就让他读夜校嘛，自己半工半读啊。我说哎，到时候我小儿子不知道有没有高中可以读啊。什么办法？哎呀，没有办法，过一天算一天啊，不然能怎么样？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然怎么办？郑成功，真的啊？真的。
真的嘞，没有骗你啊。知道了。就你那么厉害，去3次了。他说要去他乡，需要经过茫茫无际的长江水，扬起帆来却无风助喜，还是安守家里用心经营。他就守在竹苗地区。被签好吗？不知道。当然知道说去哪里做油，你问题是有家有室的，不是单身汉哪里都可以去的。现在又要再等，慢慢找啊，不然呢，等机会，等有工作做也要去做，做苦工也要做啊。等于就讲上工作说啊，较简朴、较方便嘛，因为等于用的依赖性。上工作做事较勤啊，吼，唔是照按验啦。工作又较吃严啦，又较吃油啦。阿先无前几日要来，俺妹讲做嘛？俺无做事啊吼，好俺输的1-2万元了，然后做嘛？去度假啊！嘛个去度假啊，个莫贪钱那个样啦。那牛皮厂为什么要管他？你人用个上事情案件的，佮佮做头路的伊较全部讲较持续的了做态度积极。这个使态度做当然有冇好好做哈。佮工厂做人都冇好做，这唔是汉。就是那这样子的话，我帮你看看现在有没有出来。
你留在名字给我，两种都好，两种都可以。好，你留名字给我，我帮你找到都是龙神，美丽的丽，石头花，石头方，方，陈立方，好，好，那这样我帮你注意一下，然后东西又跟你这里，对，有都在里面，对我就是留名字就可以。我不用留电话。对，谢谢你啊。